燕子湖旁的毛毛虫学园是国内第一所由家长自办的实验学院。1994年2月25日，浸木堂亲子实验学院，也就是今卖精致亲子实验小学举行开学典礼，变成国内体制外教育的先锋之一。当时有30个学生，为小学1年到6年拢有，那教册以讨论为主，部分年会是激发囡仔能力甲兴趣。就没有像以前那样一直考试啊。1997年2月25日，立法院三读通过修订《228事件处理甲补偿条例》第4条，将228和平纪念日改为国定的假日。在高府二读无发言、无记名表决过程中会使顺利通过，主要是因为立法院三党两派经过协商建立共识。在通过同时，条约阁捌有顾虑，因为时间真迫，恐惊官媒府当年实施。不过立法院的秘书处赶伫中昼进程送到总统府以后，总统伫迄一天下晡就随公布。